空雷风台昨晚阿嬷对云林的未料出海，不过昨暗这台北的风是愈暗愈透。专家是表示，这是因为风台尾顺着台北盆地地势顺过来，这风势才会强。空雷风台走了，台北市民生社区是稀咧咧，若是大丛树啊，连根规丛挽起来，讲到停伫路边的车，就连看板夜风吹甲倒来，造成一寡路段暂时封起来抢通。空雷风台的风，和真侪台北市民众讲，袂输敢若规间树拢伫咧摇。专家讲，这是因为较余流的效应。流体在通过一个地形的时候，然后它采取绕行的状况，那在绕行的那两端，它会有一个加速的状况，这个叫做角余效应。这一次的话，它是有进到台北盆地里面，而且风的状况还蛮强的。昨天晚上的阵风有观测到11、2级。就气象专家贾新兴统计历年来风台侵袭台湾期间，台北站所测到的上强的强风记录，第一名是2005年的泰利风台。上强的阵风是每1秒钟49.3公尺，第二名是1962年的欧博风台，上强的阵风每1秒钟49.1公尺，第三名是1977年维拉风台，上强的阵风每1秒钟47.7公尺。昨空雷风台所测到的上强的阵风每1秒钟29.1公尺。中央气象署已经伫咧11点30分解除热上风台警报。虽然台湾人本岛已经脱离空雷风台暴风圈，不过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山区另外要注意有大雨。沿海的浪还是比较大，而风力上面也会有一些较强的阵风，雨势上面呢则是有逐渐减缓的情形。根据了解，随意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有一寡所在依然有雨。自吹日开始是改制受东北季风影响，闽风的地区，亲像是华东地区，可能也阁有雨。一若其他地区随着大空气瓦群，天气会慢慢变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